沽空嘅名單上面咧有好多好多嘅 set up，有啲雖然係 stop loss 咗，但係唔代表冇下一個機會重新進場嘅機會。譬如呢一隻之前係一個 stop loss 咗啦，咁不過咧嚟緊可能係會有下一次嘅機會。OK，你見到喺呢條下降軌每一次都係掂到翻嚟，每一次掂到翻嚟，佢而家已經係低於50天線。OK，反彈翻去差唔多50天線。如果去到嚟呢一度，嗰個操作原理其實同 pullback buy 一樣嘅啫。嗱，其實如果你咧將幅圖反轉佢咧，係咪一個好靚嘅 set up？啱啱似由咧第四階段進入翻第二階段。我哋上年11月嘅時候，其實好多呢一種嘅股票，啱啱早期進入第二階段嗰啲時間，我都唔記得咗啲乜嘢啦，好多都係港股嚟嘅。OK，一個咁嘅 set up，佢可以係 potentially 可以係爆發得好勁嘅。雖然啊，我哋係響呢一度突破，咁然之後佢有一個 pullback 觸發咗個止損，不過咧唔代表佢冇下一個機會。通常咧同一隻股票輸3次我就唔搞啦。我認命，我寧願揾佢第二隻嘅啫。我就算第一次入場，我已經預留咗足夠嘅空間、足夠機會俾自己係輸係錯㗎啦嘛。入場輸個金額，我已經係接受咗呢個金額㗎啦嘛。呢度只係一個4%、5%到嘅一個 loss，即係我做2次都係一個10% 嘅 loss。更何況呢段時間我嘅注碼相對係偏細嘅。OK，另外 JMIA，你發覺我揾嘅股票咧，都係一啲咧升得係好誇張、好黐線、好勁嘅股票，然之後跌穿200天線、跌穿50天線、50天線 turn down 咁樣樣，呢隻大波幅啊嚇，所以都係相對比較多，所以我都係睇緊佢發展。如果佢可以彈多少少去到差唔多200天線，然之後50天線又落翻少少嘅時候，加埋2條線壓頂嘅話咧，咁我會做佢，會做佢。你見到呢度成條下降軌，每次差唔多就落嚟，差唔多落嚟。佢今次佢係咧一個好強嘅跌勢，好強嘅跌勢，你發覺佢沿住20天線，20天線係一個阻力嚟嘅，所以點解好勁嘅趨勢嘅時候咧，20天線會發揮效力咧？Bilibili 亦都係啦，50天線、20天線一樣嘅。嗱，佢好似入咗恒指成分股，不過我覺得而家你就算入乜嘢成分都好啦，市場要你跌嘅話咧，你都會跌嘅。咁如果連入恒指成分，唔係恒指成分，科技啊，佢唔係恒指成分，講錯啊，恒生科技成分啊，如果冇記錯，佢嘅港股 OK，因為佢有美股有港股上市，但係兩邊大體上都會跟。如果下個星期都冇咗佢跌勢嘅話咧，佢一下跌落嚟係一個 pullback buy 嚟嘅，咁嗰個 potential risk 都係一個幾個 percent 度，不過咧 reward 咧，你就算前浪底15%都有2個 R 啦。你調翻轉睇，你又明白點解即係我會睇啲。其實我俾啲例子你，同埋做沽空一定要有耐性。你有可能係會錯1兩次、2、3次，但係你一定要慢慢咁樣去做。你冇耐性嘅話，你就唔好做。呢隻 REGI 咧，你見到50天線、200天線係好強嘅力。咁佢喺上個星期咧，即使哪怕係呢幾日咧，上個星期頭咧，如果睇翻美股咧，納指係跌緊嘅，不過佢好似好強勢。只要佢係已經處於一個下降趨勢嘅時候，佢跌嘅機會都係會高過升。正如佢處於一個上升趨勢嘅時候，佢升嘅機會都高過跌，一樣道理。咁佢即使咧係喺星期頭嘅時候咧，一度試過穿過50天線、200天線，只係維持咗1-2日，已經係一下好大。呢個唔係業績，不過佢一日跌咗11%，佢一日跌咗11%。所以喺呢啲位置嗰度咧，即係沽空系統嗰度都教過，當佢去到阻力攞條50天線靠山、200天線靠山，當佢落翻嚟呢度跌穿咗呢個位嘅時候，就攞呢一度作為一個嘅 stop loss 啦嘅話咧，嗱，呢個好標準好 textbook，我教大家都係咁教7%，而家已經係一日已經10%。咁呢一啲嘅 risk and reward ratio 咪靚咯，咪好好咯。呢啲位咪一啲係 short sell 嘅 set up 嚟嘅咯。呢啲就係你唔好俾佢好似升緊咁樣嚟到蒙蔽咗你。你睇到佢 volume，你睇佢 volume 低於50天線幾多，下跌嘅時候個成交量幾大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呢啲做短線好啦。我個策略係做短線，10-20% 就會 take 晒所有 profit 㗎啦。亦都比較少分住去平倉。我最理想就係全部平晒啦，理得佢之後再跌啦。你喺呢啲市況做空倉賺到錢，其實已經係 bonus 嚟㗎啦，係一個 bonus。我再俾你睇。
ATHM 嗱，你一定有耐性，佢一路喺條200天線下邊，上升下跌，上升下跌，但係其實佢成個趨勢咧一路係咁樣樣，一底低過一底，一底低過一底，然之後咧最後係一懟穿咗呢一個嘅 support 嘅時候，你睇下佢幾快去下跌，調翻轉幅圖嚟睇啊，事實上係一個好靚嘅 set up 嚟嘅，時候嘅角度，呢日大成交大波幅一下突破。你唔好睇啲移動平均線先啊！如果係一個咁樣嘅 set up，合唔合乎我哋嘅買入標準？合乎嘅，我哋係會買。咁其實同樣 short sell 其實道理一樣嘅啫。再睇多個例子 IOVA，你會見到就係跌穿咗200天線之後咧，當然啦，都有一啲例子最終你沽空唔成功，正常啦，正常勝率40幾%合理啊，你實有50%嘅機會係錯預咗啦嘛，呢一個係，所以點解個 stop loss 係要低嘅 stop loss，但係你嘅 average loss 細過長期細過你 average gain，然之後你勝率40幾%，你都會大賺一樣道理。咁佢跌穿咗之後，你發覺又係去翻200天線，又再落翻嚟，去到差唔多50天線，又再落翻嚟，成個形態都係突破呢個供應壓力線之後呢，有個少少 pullback，話呢下就爽啦，係咪？GDS 喺呢一度好強嘅上升趨勢，呢下 pullback buy 冇錯 ，IOVA 係 biotech 最好唔好 short sell，我只不過演示一個例子俾你睇，幅圖都係差唔多，我放喺 list 上面嗰啲好少 biotech，即使係呢市值要相對比較大，你係講得啱，我啱啱係一個例子嚟嘅。OK，GDS 都係呢幅唔係佢真正幅圖啊，真正佢幅圖係咁樣樣嘅，翻嚟50天線，你見到跌穿200天線之後，200天線就成為一個阻力，當佢反彈呢下反彈，好多人俾佢呃咗啦，即係如果一啲撈底派嘅話，哇，即係見底啦，但係咧去到50天線左右咧，又再一下，又再一下，咁呢啲位置咧，其實喺邊一個位咧去做一個沽空咧？佢上到去，然之後佢轉頭掉頭下跌，跌穿呢個位或跌穿呢一個位，以佢呢度高位少少，OK 嗱，沽空系統我都係咁解，作為一個 stop loss 嗰個 potential 嘅風險係5%，但係你會博到一個未必食得晒啊，但係起碼一個大嘅跌幅，呢一度亦都有下一個嘅機會，呢一度又係第二個機會啦。咁你會見到咧就係9% versus 3點幾%，攞50天線做靠山，前一支竹嘅高位少少做靠山4點幾%，呢度又係去到差唔多50天線掉頭，咁所以你見到呢啲係一啲有效嘅 short sell 嘅 set up 嚟。CS same 都係啦，曾經好強勢，但係呢隻咧係好周期嘅，當佢等陣先。佢 show 唔到好遠，不過穿咗50天線之後咧，真係有一段落。同埋咧，如果你喺 Market Smith 嗰度見到咧，佢嗰個雖然我唔係完全基本分析派，但係我亦都講過咧，earnings 係會提前反映。不過佢3日之後 earnings 呢隻就唔好搞佢住，3日之後佢會業績。不過一啲咁樣嘅走勢，多數雖然我唔估個業績係點啦，因為開大開細50-50，不過呢啲咁嘅走勢多數都會一個可能裂口大跌嘅走勢，有咁嘅可能性。都係去到50天線翻落嚟，跌穿200天線之後，即使有少少反彈啦，可能去到50天線亦。其實我唔係想講呢個例子，我係想講 SPLK，佢 SPLK 都係呢啲就係一啲最好攞嚟做 short sell 嘅set up 過去嘅，升咗好多好多，跟住之後咧，佢喺呢度做咗一個雙頂嘅形態啦，雙頂之後咧，咁佢跌穿雙頂頸線，呢個好明顯係一個特物走勢啦，正式步入第4階段啦。咁喺第4階段嘅股票就係好好攞嚟做 short sell 嘅，咁每一次咧都係咧係好 textbook 嘅，即使去到200天線咧，稍為升穿一下都好啦，呢個掉頭。咁如果當佢掉頭嘅時候，你呢一個位大177到啦，5% 到 risk，但係你有9% 差唔多啦，呢度一樣係去到50天線，你會見到咧有啲股票佢唔係一定係上到50天線掉頭就即時咁樣落㗎，所以要有耐性㗎。譬如呢支竹升穿，然之後呢支竹跌穿，咁你攞呢一度作為沽空，呢一條線作為沽空嘅話咧，你個 stop loss 位3點幾%啫嘛，攞呢支竹2月2號上方少少，不過當然啦，2月份大部分人都係做緊長倉，我都係做緊長倉，好少人係去做空倉，不過亦都會有一啲嘅 trader 係長短倉都有即係長期都會有長短倉，專係去 short sell 一啲第4階段，因為即使係升市第4階段嘅股票都會係跌啦，咁3點幾%一路唔觸發到嘅話咧，譬如呢度你見到佢升升跌跌，升升跌跌係好弱勢，就算個市點升到嗰啲升升跌跌，跟住去到2月18號打後，2月18、19號我好多嘅股票嗰日係
係開始觸發咗止損，嗰陣時警號就開始，跟住之後佢亦都大跌，呢度4.幾 percent 嘅risk 博到一個20幾個 percent 嘅 potential 嘅 reward 係非常之好啦。咁跟住啦，去到嚟呢一度，呢個應該係業績啦，未必係 cash 得到。你見到喺呢啲咁嘅第4階段嘅時候咧，跌係多過升嘅，咁一樣啦。你可能有機會唔知喺邊度啊，可能未必有沽空嘅機會。不過你見到呢啲咁嘅走勢係去到50天線又翻嚟，20天線又有少少預咗，唔知道。不過呢個已經跌咗好多啦，我未必會睇佢住。potential 佢都可能仲有機會跌嘅，因為呢啲完咗第3階段之後咧，佢可以跌90%，呢股票係可以跌足90%。你見到譬如呢度27上到100幾，100幾跌到30，跌咗幾多？跌70%，係可以，絕對係唔奇。咁就再睇咗少少咯，好快 go through zoom 的確做咗幾次都唔係好成功。不過今次咧睇你做唔做，我係未必做，不過純粹 point out 嘅啫。咁50天線如果真係一個阻力嘅話，好似10幾20日之後咧就係一個業績啦。呢個高位喺邊一度咧？就係我會等佢跌穿咧。如果真係做5月20號低位，當佢咁樣 turn 落嚟嘅時候，然之後咧我就攞星期5嘅高位5點幾 percent 作為 stop loss。咁至少佢有 potential 10幾個 percent。咁呢個我就未必會做，因為佢傷我心太多次，即係傷咗太多次嘅時候咧，我就揾過另外一隻係咪啊 Tulio 都係啦，去到200天線、200天線、20天線都落緊，咁會唔會仲有呢個 gap 啦？仲有呢個 gap 啦 ？OK，當然佢唔奇嘅係佢會升穿都未定嘅，但係冇緊要嘅。當佢咁樣落嚟嘅時候咧，一樣嘅。同樣嗰個道理咧，都係大概多少少啊，7個 percent 度多少少啊。OK，不過佢成個嗰個走勢咧係似乎做緊底，進入翻係啦。呢個唔算係太靚，不過 potential 都係一個 short sell 嘅 set up 啦。PLTR 都係升得好誇張啊！呢啲你見到急升完呢個 climax run 完之後，現在咧佢係去到20天線，即係如果佢個下跌趨勢夠強嘅話咧，20天線都已經變阻力㗎啦。咁暫時呢刻，如果佢跌穿呢一度都9個 percent，睇下佢點樣發展先啦。佢再掂到條50天線係最好嘅，因為呢度都係去到50天線 turn 翻落嚟喺呢啲位去做嘅話，勝算相對比較高。呢啲股票全部都擺喺 watch 㗎咋，未真係去到一個可以 short sell 嘅時刻。去到 short sell 嘅時候，通常我會盤中睇佢個表現，同埋相對成扎股票喺我眼前邊啲係最弱，我會首先揀咗嗰啲，或者佢下跌嘅時候成交相對比較大，我會先揀咗啲。DDOG 都係，因為佢呢個反彈浪都比較大。咁去到200天線翻落嚟，200天線翻落嚟，200天線翻落嚟。不過呢隻相對嗰個幅度會比較大。MBD 你見到好多都係咧 sorry 啊，呢個 MDB 好多股票都係嗰啲黃國英話發夢類、發夢股票都係啦，一浪高於一浪，點睇啊？咁樣睇咪一浪高於一浪咯。如果呢度發展出一個 PPP 係咪？我哋如果見到有一個 PPP 早期進入翻第二階段，50天線升穿200天線係一個好早期進入翻第二階段，呢啲都係有個 potential。咁上面50天線做靠山，200天線做靠山，喺呢個位50天線發揮咗效力㗎啦，已經 confirm 咗50天線係一個阻力位。如果 turn 落嚟 turn 呢一度，最多你攞條200天線做靠山啦，6點幾 percent 嘅啫。即是話咧，佢係呢下咁樣跌落嚟。OK， 跌穿呢一度，跌穿係呢一日5月20號嘅低位，你可以係攞200天線做靠山，或者攞5月21號高位做靠山。所以你會發覺一路俾你睇嗰啲就係沽空系統嗰啲 textbook 例子太多啦，太多。OK， 升 ESTC 之前有好大嘅升浪啦，50天線 confirm 咗一個阻力啦，而家佢預咗啦，第一下預咗我未必會喺呢一度喺佢升緊嘅時候 short sell，but 如果佢之後嘅下跌佢係跌穿前一日嘅低位，跌穿埋20天線啦，呢個例子就係 OK 喺呢一度，咁佢個 potential 嘅 risk 4點幾 percent 啦，攞星期5高位少少啦，4點幾 percent 啦。但係當然啦，如果全部呢啲 set up 都唔 work 嘅話咧，做多頭唔得，做空頭唔得，乖乖地企埋一邊算。因為呢一個 SQ 咧，佢之前升得咁勁，因為同佢俾 cryptocurrency 即係 Bitcoin 啊作為其中一個交易工具有關，咁佢升到好多。而家成個好大市值嘅股票升咗好多，然之後喺度似係一個第3階段，並且跌穿呢一個嘅 support 200天線，如果作為一個阻力，咁其實係一個幾唔好嘅走勢嚟。如果佢一下子呢一個捉咗
再跌穿嘅話咧，嗱有啲時候啊，未必去到咁靚嘅，啱啱嗰啲咧就係去到反彈上翻50天線，turn 翻落嚟。但係咧，如果係呢一種的話咧，佢可能反而係大陰燭跌穿晒呢扎嘅 support。嗱呢一啲 support 係好強嘅 support 嚟，我哋俾你見支持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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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。如果一支大陰燭跌穿嘅話咧，OK。我問你，如果咧你係呢一度，你冇睇啲天線啦，呢個第一階段咁樣呢度做緊一個 pivot，然之後喺呢一度大陽燭突破，你買唔買啊？梗係買啦，係咪？但係都係啊，我一定要不斷強調，因為咧有啲人係聽嘢聽一半唔聽一半。我從你哋嘅睇翻呢啲直播 live 嘅觀看記錄咧，去睇翻咧，絕大部分人係跳嚟聽嘅，好恐怖。所以咧有陣時候有啲股票唔得，即係要觸發 stop loss，咁勝率低嘅時候，但係有啲人係我發覺係又唔聽晒我喺直播裏邊講緊嘅策略睇法，甚至乎連股市分析都跳嚟睇，唔真係去理解我喺股市分析裏邊嗰個策略。你要明白情報上面嘅股票，你唔係話見到我擺喺情報上面就亂咁去 trade，就代表我話衝啊、殺啊、trade 啊，唔係咁樣嘅。老實講，個個淨係睇啲 set up 一突破就買一咩就止損，咁人人都發達啦，係咪？學咗呢個方法，人人都 mark mini-fini 啦。OK，點解唔係咧？關鍵係咩？策略咯，心態咯，保險咯，你嘅注碼控制咯，仲有所有呢啲嘢一齊嚟到配合，包括股票喺盤中嘅發展，即係基本上嗰個勝算都係講緊40幾%㗎啦。咁只要你黑埋眼嚟做，只要做到個盈虧比率就得啦，set 好止損。No， 你都會 Q by thousand cuts 嘅。不過我點解冇係 Q by thousand cuts 咧？我一樣都錯好多，但係點解我唔會輸大錢咧？我條 curve 都係可以長期一浪高於一浪，點解我可以做到長期穩定獲利咧？所以話唔係一個咁簡單就係亂做就得，當中你要有藝術嘅部分、判斷嘅部分，好多嘢一齊配合，係所有 all the things put together， 係一個綜合嘅整體嚟，唔係單一就話哦呢隻股票沽啊買啊 ，no 唔係咁樣樣。OK， 翻嚟 SQ， 所以有人問係點樣撳？如果係 Apple 機就，因為我係用 iMac，咁你見到呢幅圖你撳 Option I 嘅話，佢就會上下顛倒。之前講過做沽空，其實你調翻幅圖嚟睇，咁跟住之後有個會員好心，咁佢 email 嚟定係唔知邊度同我講咧，總之多謝佢啦，好似叫阿 Jack 定叫唔知邊個啦，多謝翻嗰個會員，佢話發現到原來咧撳 Option I 咧，其實就已經係可以咧幅圖。係咪好方便啊？咁所以亦都側面嚟睇咧，發覺咧唔係淨係我係會調轉幅圖喎，即係發明得呢個 function 嘅人就好明顯就係方便一啲做 short side 嘅人啦。如果 Windows 多謝阿 Sandy 就係話咧，alternate ALT 加個 I，Windows 機就 ALT 加個 I 就得啦。咁啊好方便你如果係想做沽空嘅人啦，咁樣繼續 SQ 會長少少啊，因為我想咧通過呢啲股票咧去深化即係你學過嘅嘢，雖然可能不斷隻都係差唔多，但係我想俾你見到就係正正就係咁多 set up 都係咁樣。呢個相對比較強勢少少，不過考慮到佢之前一個好強勢嘅升浪，然之後20天線作為主要嘅阻力，咁再睇下佢發展啦。嗱呢啲咧，除非佢係大陰燭跌破啦，否則的話我就唔會首先考慮咗呢啲先。我首先會考慮邊啲？我首先咧就係會考慮咗咧，可能係呢一啲先啦。不過呢一隻係波幅相對比較高，佢已經係跌破晒，而且跌咗多一段時間。或者首先去考慮咗一啲好弱勢嘅，可能係會首先考慮咗呢啲，因為佢嗰個風險相對比較低。即係我首先會考慮，如果嗰隻股票提供幾個 percent、2至3個 percent 嘅，我最理想就係見到呢啲2-3個 percent 啊，呢隻都成6個 percent 啦。不過總係會有一啲咧，得2-3個 percent 嘅 risk，但係 potential 好大嘅 reward。OK，呢啲我就會可能做一啲 pullback buy 嘅，再睇下佢啦。50天線已經 confirm 咗係一個阻力啦，你見到阻力，全部阻力。咁佢睇下佢會唔會發展做20天線做阻力嘅話咧，因為喺呢啲嗱，我假設啊，事有諸葛亮咧，你當事有諸葛亮啦，喺呢一度跌穿呢度做呢度3點幾 percent 去搏一個幾 out 嘅回報，咁呢啲好弱嘅股票我會先考慮咗。
咁如果啱啱講，譬如 SQ 呢啲，佢要 show 到俾我睇係一個大量放量咁樣去跌破咧，咁當然你如果係喺一個稍為真係進取嘅話咧，喺呢一度咧，其實星期五開 put 又好或者沽空都好啦，喺呢一度係5點幾 percent，呢種你都可以做一個 pullback buy，博佢唔會跌穿呢日嘅低位，攞200天線做靠山，攞呢日嘅高位做靠山，唔會升破呢個嘅高位，咁樣都得嘅。不過呢個機會已經 miss 咗啦。但係呢一種咧，我傾向啊，唔代表一定，我傾向咧係做佢大陰燭跌破，係跌破嗰刻啊，唔係跌破咗好多 extend 咗嘅情況嚟到去做啊。嗰個 C 咋，呢個都係你見到咧，呢啲我亦都會優先沽空先咯，因為佢喺呢度咧50天線已經 confirm 阻力。咁如果佢再反彈翻少少去到20天線或者200天線，攞200天線做靠山，計得到個 stop loss 嘅話咧，呢種係好過頭先所講嘅 PNN confirm 埋25天線係做一個阻力。